嘅太空探索冒險，派飛飛嘅太空大冒險，星空之旅探索遠近嘅星系，登上火箭，星星閃閃發光，準備好喺夜晚爆炸。飛飛準備好喺飛行中冒險。佢上咗火箭，倒數開始，星空進入太空樂趣開始嘅地方。放大睇星星，天空進步都係佢嘅無重量又自由飛飛嘅心好激動。宇宙發光係一個值得一睇嘅景象。能飛快係宇宙之旅，穿過星空佢會滑行，探索新世界咁廣闊同廣闊，每一刻佢嘅歡樂都隱藏到。飛飛嘅太空冒險就係佢嘅指南。佢遇到新嘅外星人，可愛又善良，喺佢哋發光發亮嘅村莊入面，佢覺得自己好對齊，探索呢個星球每一步，揾緊啲保存得好好嘅新寶藏。奇觀動日水晶咁明亮，閃閃發光令佢充滿歡樂齊。能飛快係宇宙之旅，穿過星空佢會滑行，探索新世界咁廣闊同廣闊，每一刻佢嘅歡樂都隱藏到。飛飛嘅太空冒險就係佢嘅指南。佢喺銀河系中放大，遠遠地以宇宙嘅驕傲導航星星，從外星世界出發，係時候走啦，返緊地球。